咁啊，今日嘅跳出班房咧，我哋就會節錄咗一啲嘅短片啊，咁啊就會講述咧就兩位嘅主角咧點樣咧就由呢一啲唔開心嘅事件去建立佢哋嘅友誼嘅，我哋一齊睇下。呢啲咩設計嚟㗎？學校紀念冊嘅版面係咪應該有青春、有活力、有色彩先啱？而唔係好似你嘅設計咁死氣沉沉，淨得黑白兩個色。你咪諗住求其交功課俾我算數啊嘛？呢個設計係我哋全班一致通過㗎。攞翻去重新設計。之前班主任 Miss 張都話俾我哋自由發揮㗎。你唔使用 Miss 張嚟帶我。Miss 張放緊產假，我係代班主任，我叫你改就改啦。我知咁中意黐住你嘅，我都唔知點解佢成日黐住我。唔通你哋蕾絲邊？蕾絲邊？蕾絲邊咪即係 lesbian 咯。黐線，梗係唔係啦。穿星星係阿芝之前送俾我㗎，我諗都係俾翻佢。我一直都想多謝你㗎。阿芝每日放學、返學都係搭巴士嘅。佢話俾我聽，你喺中途上車嘅。有一次喺巴士上邊遇到個男人向佢喐手喐腳，佢唔敢出聲，佢好驚。車上邊冇人見到，好彩得你啊！好彩你上車見到，你就大嗌色狼啊，將個男人嚇走咗。嗱，呢一個我的跟班同學咧，如果足版本咧就有13分鐘咁長嘅，咁啊時間關係，咁我哋節錄咗啲精華嘅，咁如果大家想睇咧，可以上網睇翻。嗱，呢個時候咧，我哋不如同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聯會陳震夏中學兩位咧負責幕後嘅同學咧出嚟傾下偈啊！好 ，hello， 你哋好。好啊，歡迎晒你哋啊！哇，咁啊，我知道咧，你哋好犀利啊！咁啊，你哋咧呢一個我的跟班同學咧係獲得呢個第8屆呢一個香港學界電影金像獎裏面好多個獎項，咁啊包括咗劇本啊、演員同埋原創音樂，咁啊呢一個更加攞埋咧劇情組呢一個電影裏面呢一個即係銅獎嘅。咁啊，我想講翻咧劇本裏面咧，點解最尾咧就先至咧就講呢個女仔係跟呢一個主角嗰個原因嘅？其實我哋係希望觀眾可以有懸念啦。令到影片有張力嘅，希望觀眾可以追落去睇下點解個女仔成日黐住個女主角，最尾先至由女仔嘅媽咪講出佢黐住女主角嘅原因，去到結尾嘅高潮嘅。吳芷晴啊，你除咗演出之外咧，你主要都係負責場記嘅工作喎。有人就話咧，場記咧其實都係睇頭睇尾，冇咩壓力嘅啫喎。其實係咪真㗎？其實場記嘅工作就要記低每一場每一個 shot 嘅資料啦，例如記衫啦。咁例如 Y shot 女主角用左手拎住嘢啦，咁到拍另一個鏡頭嘅時候就要睇下佢有冇用錯右手。咁如果呢啲細節唔細心嘅話，咁就會有好大嘅問題。咁似乎場記呢個崗位咧真係好重要喎。其實喺拍攝嘅過程當中，你哋有冇一啲難忘嘅經歷呢？有啊，例如有一場女主角同班主任要喺樹下嘅長凳度傾偈啦。咁但係拍到一半就落大雨啦，咁我哋就要將長凳搬翻去另一度拍攝啦。但係個效果都好好，我哋都好滿意。咁啊，建偉，你又有冇難忘嘅經歷啊？有啊，喺拍攝嘅過程入邊咧，
我可以用到一啲平時冇乜機會用到嘅拍攝器材啊，例如路軌咁樣，可以令到我學到一啲新嘅拍攝技巧嘅。咁我知你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就即係負責一啲拍攝嘅即係助理嘅工作。咁有啲咩嘢要注意㗎？其實喺拍攝嘅過程入邊咧，除咗個畫面好重要，聲都好重要嘅。因為如果畫面 OK 咧，收音唔得啊，或者收音嘅時候咧，有人傾偈咧，都會影響到拍攝嘅效果。嗱，最後想問下大家啦，如果咧要拍新嘅影片咧，你哋想拍啲咩嘅題材咧？我會想拍一啲懸疑嘅題材啦，因為比較少拍，同埋我覺得製造懸疑呢個效果就會好有挑戰性，所以覺得好有趣。建偉你咧？可以，我咧會拍警匪片嘅，因為佢動作會比較多啦，同埋可以挑戰到我自己嘅。睇嚟你都好容易，即係好中意咧，你哋接受挑戰啊！咁而且啲題材咧都好特別，咁啊好希望咧你哋加油繼續努力，第日咧就再拍多啲片段嚟到呢度同我哋分享嘅。